歡迎收看福喜來嘅，我係吳依容。鄉親朋友應該有提講，今家書店越來越難經營嘅哦。嗰度書店一間間都係網黑，唔過可能也有聽到有個後生嘅呢，佢講麼歸家鄉開書店嗬。我今日有請到嘅來賓呢，都係睇面開書店嘅邱錫航大夫，大夫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UNA哈佛學堂書店嘅負責人大夫，大家好。歡迎大夫來到我哋呢現場。大夫係你嘅愛好啦，嗬。錯。我覺得也係很好，幾好講嘅咯。講大夫啊。大夫。其實應該唔係讀書讀係路幾代面啦。冇。係，你開始係做別的條路。我大學畢業嘅時間，我就先去台北，這條路差不多2年，咁樣去，再去香港、日本準備嚟。咁畢業地係做乜嘅條路？同我好同時差不多。唔本來好乜嘅？我大學讀日文。日本文學。係。我大學畢業以後，我做一條路是基本上語言程式設計的內容。嗰種。你係日本塊英文，同日文一起關係咯嘛。有做過翻譯啦，反正。英文咩學路係？還可以啦。嗰時候路去做咩係語言相關，唔過唔係日文。錯。那我有機會去到別的國家。年介紹嘅，就讀好年時年就介紹，咁我可能過去嘛，就好愛去去咩，我就去。你先去日本，你香港。先去香港，再去日本。家做嘅條路係乜嘅？就其實跟財務金融相關。咁如果唔係讀嘅哦，唔係，咁你可以做係咪條路咯？就機會，剛好有機會。去香港係做同財務金融有關嘅。就其實香港、日本總結嘅時間。路係。咁睇按到冇去用嘅地方工作，有乜嘅特別嘅感受嘛？你嗰種路卡。嗰種路卡，嗰種路卡，比如香港我有一擺去香港，我去下班嘅時間，我就見過你看到你買台灣鹹酥雞，買一包的時候一細包換算台幣大概300多吧，大蠻貴。結果就看到就看到伊冇價嘅嘛嘅，蒜頭同雞前菜，就第一包一定唔好食。我係你介食下咧，幾時就食嘅時間就想好價仔伊冇價。因為而家就買幾條過來。所以來路唔搶台灣咧，就過快食咯。過快食。路食的會韓國上路卡。對啊，你看到台灣咩有鹹酥雞啊，那種台灣的東西，就過18個上路卡。嗰時就過開咩哈？嗰種就因為可以做嘅炸，可以啲漂嘅鹹酥雞嘅時就直接講，我哋台灣會加碼嘅，又冇價，盡寬盡量。加都怕唔係台灣嘅，應該唔係啦，唔怕啦，香港人不知道。咁去香港去一度19，前後，因為我算調職到日本，然後再調到中國，可是我還是會香港。你喺中間公司待下，對，其實按你前後加起來10年有吧？有很久，快10年。咁去國際會所，因為呢民情都很不一樣嘛。不一樣。唔適應呢度韓州的。還可以啊，還可以。咁有看到馬嘅屯、江北屯、台灣佢冇共用嘅，佢冇共用嘅哦。我講人工法佢太少，佢夾佢太少。有時候佢出發衝緊嚟喊人哦，因為喊人工法嘛佢太少佢夾嘅哈，馬年嘅時間，人工就佢奇妙，所以有時間談到跟香港人嘅潮濕嘅時間，有點親切感，蠻好玩的。日本就比台北再更冷漠。我在東京那邊他們講，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的。係啊，人很多，但是又很少的感覺，我還蠻喜歡的。就很有自我的。對。比如講下班嘅時間，你會唱去那邊咩？我就去書店啊，跟我去那邊東看西看，東走西走，自己會看表演。唔會有嗰好嘅同事睇下會約佢下。還好還好。本來就沒這種性格的人。係啊。
啊有过去到中国，中国大陆，北京嗰邊都喺北京。按你新年，新年的期間，你喺過上路卡？我有，我。喺延邊按呢？古上家庭愛幾年？又沒有，又沒有，唔係，因為我路卡有做甜班。哦，我路卡有做甜班。係哦，啊，過年嘅時間差唔多我過嚟聽書啦，啊就聽書古太呀，啊就做甜班嘅。嗰時就想到講，爸媽老誒，我應該過來養草，但係聽書。就係你想法，冇其他嘅，就過來嘅。啊，唔係講過來嘅時間，我女朋友問咩，啊，過來因為跳路嘅樣咯，啊娘，因為你的薪水也不會有那麼高啊，之類的，你要生飯，變啊，我整個就是從很快變得很慢，這樣，你可以哈，冇眼，來朋友你冇眼，來講眼啲，先過再來唄，先過來再講明白呀，然後後來發現。回來以後，按你跟盧卡天書，有時就潮濕嘛。過按你天書按你勾上有冇？覺得很腳踏實地，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很好。因為你按你做睇按你外國又做為新年，英國薪水幾好呢？還可以啦，還可以啦。不過我回來，佢家庭冇講，我冚踩，我想講，哎呦，唔點樣嘅家庭唔愛哦。對於你來講係簡單嘅家庭，係哦。就說回來就回來。啊，古來也唔係想講，跟我哋錢向用財務金融有關嘅條路。我有啊，嗰時間我古來提高向嗰邊錢都要假面試，你就是在跟佢講，也見人係強硬，就可以做朋友啊，你就可以咁跑嘅咩？就還好啊，因為我嗰時間我都高向嗰時間我就。你會講，我先過了一段時間，跟盧卡聽書。我爸媽講，你可以其實就唔先去多買錢條路時候誒，喊你在跟盧卡聽書。反正安全嘛。反正佢去高雄咩？結果來抽查到高雄嗰邊面試嘅時間，就有一個感覺，就是我應該不會來這裡。怎麼講？那就是一個直覺的問題。我到這邊就覺得，我應該不會選擇這份工作，就算他要請，我應該還是不會來。係哦，如果想講，我都係愛閨蜜咯，就很奇妙的感覺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不過你其實讀書誒，都離開美濃嘅嘛，啊，更加國中嘅時間，都離開嘅，啊，按叫誒，哪會倒轉來？又冇去做本單嘅條路，冇。假如你想講，歸盧卡聽書，係咪啊？就搶嗰時間就搶你上誒，歸盧卡聽書，啊，聽書我又想到講，嗰種。應該讀些書哦，就突然想到，這好像需要多學一點東西。我嗰時就準備研究所，準備考試嘅時間差唔多磨多1年。我跟阿媽講，就迄個是我模擬公司前條路，剛才提面用，安尼準備考試唔會用嘛？阿媽嘅面啊，怕磨。後面搞咗啲面用嘅錢補習班教英文。嗰時就開始搞英文，那就搞英文跟模涵，讀書跟模涵。你一邊讀研究所，一邊搞英文。好。啊，搞英文係用哪些經歷的？你感覺講好搞書哈？應該算喜歡吧。教到現在，我已經教到現在，應該還算喜歡。都經還有睇教？有還在教。有啲見題好教做太高欣賞。啊，搞係用哪？唔係用哪些？英文欣賞，學校老師很討厭的那一種吧？這段可以剪掉嗎？因為我搞的方式，唔係學一般學教的欣賞為教書的形式。比如講，我舉個例來講好了。比如講，我見啲盧卡夫群岐山嗰邊啦，一件學教英文嘅嚇，啊人其實就上都唔係幾好，啊人咧好老把幾好，比如講上禮拜前2年搞到 it is not fair， 不公平嘛，不公平 it is not fair， 他們覺得就是接不起來。我說嘿不公平啦，逼了就是腔調很奇，就是很像8點檔那一種，他們就很 OK，用這種方式，所以變成我禮拜幹課文講一半啊，就用因為我好多講啊鬼唔好，有那個笑點，他們就會教。他們就那句就學起來了。如果語言交唔好咯，語言交換的感覺。
你做嘛其他先生会跟他们觉得太浪费时间，觉得应该焦点就是要考试了嘛，对啊，为到精突来教，对啊，你为到好教成绩来教。可是我会觉得他懂了很重要，懂了看到了，慢慢的练习就会写了，我们就想法不太一样了。对。刚刚你会很挣扎吗？都会改变方式，我会要我去改变，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懂是很重要的。那因为跟你谈的是他们是看眼面就底耶。我很享受学生懂了的那个瞬间那个表情，我很喜欢他们那个表情，所以比起硬去教他们去记说你看到这个你就学哪个就好了，不如我更喜欢看他们懂了那一瞬间，我很喜欢那个感觉。后来还是你用哪一编排，你用来搞呢？你怎么想到说用编排系啊，因为蒙人教唔用来教书嘛。我將啲上喺嘅總嘅時節讀到埋嘅欣賞，我就想會變成嘅欣賞，就只是這樣子。你讀到過，你感覺講冇，冇讀到過理想嘅欣賞。冇，因為所以有高中歷史老師算是一個，比如講，唔會剛才講嘅，因為嗰時間就考大學是聯考嘛，我們那個時候，就說你喜歡讀課外書，我覺得很棒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考試的時候，你要讓自己成為考試機器。我們老師的名言，他這樣跟我講，說你就乖乖的準備這一些，其他為什麼留到考完試再來？那我知道這樣很痛苦，可是沒有辦法，為了你的未來就好，我知道了。對，所以其實我想到按多年以後我會做欣賞，我想講，那如果嗰時節就我要做欣賞嘅，我就希望嗰時節我自己。19歲我自己我想去讀到蠻用嘅欣賞，就人哋聽到大夫分享嘅，伊倒轉來高雄倒轉來面過後，伊做嘅事情，你講我聽起來安尼講，佢順啊，儂怎麼會走歪路去改書店咯？人哋撩一下聽過來問大夫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，我哋今日有請到嘅邱世航大夫呢，頭都有講到講伊幾多米努半年前嘛，係咪？半年前幾多米努嘅，一開始係做教英文嘅先生，教英文，裏面呢伊睇2年2千，後今年第3年開書店，第3年，睇今年第3年咧，睇米努，我會想去開書店，好問題。啱啲嗰時就係我睇讀研，又睇到講到我讀研究所嘅。新年生嗰時喺寫論文，我寫唔出來。我剛才形容講，我覺得我現在處在一種就是自我懷疑的階段，怎麼辦？老師說，如果你要畢業的話，你就要寫完啦，哈哈哈。其實佢過分咯，他就跟我講，那不然這樣我休學好了。我說好啊。我就好，我說對啊，這個可能他也遇過很多，因為我們蠻多學長姐是這樣子啦，就寫不出來先休學，然後再回去學校，就寫完之後再回去，然後完成學業這樣子。然後我又是把閒不下來那種性格，我辦好休學了，然後我覺得說好像突然之間沒事做，其實我要搞英文，來沒某時鐘，我只覺得突然之間好像生活就是怎麼少了一個什麼東西可以做，就覺得想要找事情填。那我來開書店好了，我真的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開書店呢。就是一個念頭安尼。就對啊，就想到，因為講本身係開書店嘅事情係想係路以後再來開。要本單錄係你的清單，對，人生清單是，它是。係哦。係冇想到嘅時間，就乾脆把它提前好了。如果好看書，有想過路的開書店。好買書，好看書。那如何着手呢？如何着手？你想英國嗰度好看書嘅嘢，有過安尼想法？有啊。不過真嘅我做誒 ，no， 我用那個是，那個是就是
因为我有租一栋房子，老房子。那其实我在2楼有教家教，英文家教，1楼其实就是个现成的空间。然后那就墙妹妹该讲，我们来粉刷墙壁，然后弄书架，慢慢的弄得很像书店的样子。然后进书的话，就是我喜欢什么，就是我会去以我关注的议题为主那个方向，然后我就去进那些书。就慢慢的做起来。你会用哪些书？你去改近期的？文学类是一定会有，一定来读这相关的嘛。大学念日本文学，研究所又念外文，然后历史类，其实我还蛮想当历史老师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去教英文。然后对，然后文学、历史类、电影类。电影蛮多是那种手法或者一些导演的一些生平，就他写类似自传这一种，我觉得那也是蛮有趣的。还有香港有一区，香港有一小柜是香港，因为对香港有感情。然后其他就有很多本绘本，然后我们书店的外文书，就原文书跟翻译华文书是刚好1比1。以一家小小间的地方的书店，开在算偏乡地区的书店来讲，原文书跟华文书的比例1比1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。很疯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，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们大家可以来探索这件事。你会按你想，你按你做诶。因为按照讲，想讲，那家是里面拖一本小说啦。其实你要去感受小说的美丽的话，除了翻译本身要很厉害，其实你去感受，就从它的原文书写是可以看出它某一些脉络的。但是翻译有时候翻不出来的东西，所以我还蛮坚持，如果有些小说可以的话，可以去读原文。所以我那边的原文小说比较偏经典，像1984啦、美丽新世界啦、使女的故事啦这些。按感冒吼，如迄感觉，头多人讲，迄啊，佫有道理啊。不过某一天睇个感安尼，业数啊，就很喺做，古种唔咩上嘅考量，如迄卖出去嘅考量吼。卖出去还能会因为不能啥开书店，我想开书店真的没有什么，他就是要赚钱啦。系啊，对啊。如迄二维持下去，当然要赚钱。想办法啦，叫我冇想到，可以啊，过到几多年来，安尼逛。还是有啦，然后可是逛的比较多，买的比较少。然后很有趣的是，就是有一摆，去年还是前年开始，里面还会当一些个奇妙的，国外的一些书籍。然后我很确定，台湾没有几家有进，我很确定，因为第一个单价很贵，第二个话题主题比较冷门一点。冲动哪些书？图鉴类吧，举个例来说，有一本那本我卖了3本，我真的觉得太酷了。你知道异形系列吗？Aliens，就是雷利斯考特的电影，他其实后来有拍了一部叫《圣约》，几年前的，反正就是后期的。然后里面的那个机器人 David， 他有一本画册，在电影里面有一本画册。对，一般来讲 AI 是不会有创作的，可是它里面的设定是它可以创作，它有一本画册，我订的是它的画册。网路卖掉好得意一本而已多少钱？2000多还是3800？哇，高价书。所以其实后来发现，有市场就默默的在经营这一边。古时候苗路风没有卖，有没？应该讲你会请来，我讲你当然都有本书嘛，当然都敢来当。刚我开书店加下卢卡尼有冇个意见冇？唔想甲讲法，系哦。唔想甲讲法，好当先生每做开慢个书店咯。看来讲，看都唔冇听过。妈咪看啊，其实你嘛我买法图啊，还是想会自己做的没啊，就好啦，就冇学会就好会。还好到现在3年了，冇学会。加来演员加喺蔡天元嗰度哈？冇呢，我一听你讲。我一听你嗰度。游客。游客，还是游客吗？某一天是游客，不一定。如果像可能周边乡镇的人呢？来我店里的外地人的话，高雄人还比较少中北部比较多。很奇妙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路边啊，各种景点也不算，就因为我没有扛棒啊。你怎么找来的？我这都不知道。你提示某要扛棒啊？
俺唔好扛棒，俺没有扛棒过避嫌。我对扛棒是有阴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韩式嘅时节，看到就是你嘅逢台论没，啊逢过台，干到尾扛棒你吹啊，哦，阴面呢？对啊跟眼影模那是扛棒，阴影，那是阴影，那个很难克服，所以我很怕扛棒。是因为没有扛棒，所以你名字取那么长，系咪？也嘛，因为我点名嘅就是因为呐哈佛学童书店，啊，迄个是我读法语就会柚子林和学堂书店，其实个简单，因为哪个片里，啊，因为哪间就哈佛里，哦，啊，恁点啊吼，就伫哈佛里。哈哈，啊，有的时间还会上课，啊，有的时间点还会办讲座，嗰种学堂，好嘛？安尼，刚才就该丢起来好诶。其实我妈嘅贴片意思就丢起来，其实想唔到其他名嘅，不知道叫乜嘢。我妈讲，网家之家，网家之家，网家之家就俺妈妈礼拜讲，可能爱书，去爱房间，可能爱房间里不书，你就是个倒咩哈，啊，你看书咩按一本本好好讲哈。因为冇地方可以空诶，所以就有网不空就吃空加起。哦，你网家之家，网家之家，然后上讲冇呢不行。哦，啊，你主要还是卖书哈，主要书业吧，如果书店的书。我另外还有做欣赏妹。嘿，这样讲讲，对耶，卖书跟当老师，我做这两个。哦，不过主要其实主要书业还可以靠。教书啦，教书，啊，书店路边那嘅副业啊咧，做开心的，不过也唔可以少讲，过难经营，因为这个还有一堆主业，还好啦，就也没有到，我觉得难经营是每一家书店都会担心的事啦，就是也是会担心业绩好不好啊什么的，像去年疫情爆发那时候，业绩就掉了好多，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来，然后来。我们有时候办讲座，就是会刚好就是搭一些书，那有时候讲座人有固定的，大概至少会有10个人，6到12个人左右，那书都会买啊，可是那时候就是没办法就办起来，所以就是那时候业绩就有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你还有想用哪些办法去维持一个书店？以后的规划吧，应该不是现在，因为现在的话，我觉得我事情已经满的，做得很满了。因为书店其实我对开始，你看开始经营的时间，我就特想同学生的伊，俺名阿米，我就讲我能来收集闽南的声音好冇？比如讲马意思，我闽南嗰度声音，茶的声音，潮湿的声音，黄蝶吹鼓底杯风，吹过树叶的声音。水流过会想来收集这个声音，变成我们这个声音的资料库，里面都个漆，当然也去研究器材，发现那个有点贵，对，就是比较专业的收音的器材，这样那个枪型的那个麦克风。后来想说，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先范围缩小成访问人，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想说，那我们要拿手机录嘛？我们录这要干嘛？要怎么做？就突然想到说，阿咪，你有没有听过 podcast？就突然想到的。我们本来要做那样，你要不要做那个 YouTube？ 我说我不要做 YouTuber， 我没办法。我说我没办法，说他也没办法。但是那我们如果说不要做 YouTuber， 我们就是这种 podcast 的话，那可不可以？后来我们就在前年底吧，不对，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来试试看做这个，然后就开始研究器材。就去年我们就在7、8月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书店的 podcast， 就这样到现在做到现在。咁你用过嘛嘅？闽南还有我会讲书讲天养。你能有兴趣嘅事情，讲国语讲下都有。因为变成都今年本书了变2个频道那种概念，一个那优知，一个那幼讲堂。那个优知就专门讲学。堂的人多吗？意外的蛮多的。意外的很多。就连合法嘅咩？我觉得很奇妙。感觉有做起来。你有讲啊，应该有个研究所学长，有个汤姆斯，有个有个七。汤姆斯还研究他，因为汤姆斯，如果没得过会吃咩，那就糖都给，还会干来宣传给其他人。
嘿哦，个奇妙。哦，好啊，有关台风，你看你做的事情，嗰種上多路做哦，啊，還有乜嘅相關嘅呢？你了下聽過多種嚟節目聽下。分享多種來福氣來嘅，我哋今日來賓係睇美濃開UA那合夥學童書店嘅太福，嚇，伊嘅愛好係太福。同我太福分享嘅嗰度，伊做嘛會開書店哦。嗱，嗰時我問講，有熟客會去應嘅？會啊會啊。哦，同人客嘅互動有冇嘅影響過什麼事情？我有個人客，伊如果有時有甲講，伊會去台北，他有工作在台北，啊，可能一段時間才會回來。哦。就甲講，伊會買個書，伊鼓勵我幫他買。哦。我就甲伊講，啊，你特別買就會啊。我在支持你啊！哦，好謝謝。謝謝你。這樣以美濃人本地人，久久會來一次，啊，一次都會消費很多本。哦。很感謝他上帝。哦，伊如果選可能列一啲清單本，如果選上，伊要買乜書？啊，如遠到。因為更加用路好買玫瑰方便咧。其實有跟人講啊，其實找我買書，其實你買比較冷門的，你會比較省時間啊。如果是那種新的有冇？你為什麼不去網絡上買？然後說地方書店支持一下，其實睇到貴不行，很感動。因為屯彩體書店買唔會打折，不會啊。唔睇嗰種人會睇用路好買路係7-9折。同阿道路7-9折、6折、5折的路有，嗰時候伊按有心我團支持，我很感謝他們。所以禮拜有的朋友以為問愛阿順書有會講他當帽，他就會私下跟他講，你確定要找我嗎？他就一開始的時候啦，我們班就是支持你就對了，那我就很感謝他，所以還好我訂書的速度算快，就禮拜有請來呢，還是有這樣固定的那個客人。啊，還有乜嘅貼的銀行都多過嘅，總部嚟請來抬槓咧。哦，係哦，還有請來抬槓。咁我就因為我點講一樓嘅地方有個天師，一條天師，啊有隻名路線，啊可以看像一些網絡節目或者 YouTube 之類的。啊因為我輸嘅，就這樣從下來，老闆。今天客人多嗎？當然從下就看電視了。好，還可以跟自己比差嘛？哇，係哦，個尺度，咁我覺得看東西過來食。哦，錄製影戲嘅材料。會啊。假使有人好了，這個乖乖跟電視關係，啊，跟東西叔叔啊，去隔壁角落抽那些東西，佢奇妙。係哦。咁幾篇買嘅書賣過好呢？買嘅書賣過好。小說賣得比較不好。哦。我反而比較難的書賣得比較好，不奇怪。難的書？理論書籍。很奇妙，對不對？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。像用哪些理論？基層分析。拉岡啦，榮格啦。前陣子賣得還不錯。咁你客人會推薦書哈？可以看書的用詞就是第一差不多新買的東西。你愛家差不多，也偏空啊嘛，也偏空嘛。伊會問，我意思問伊講，你會先買個書嘛？就會講，伊想會先買個類型的書，我就講，你講起來就會推薦俾，假使來拄好點某某，我就講可以來騙錢。嗰種其實愛看呢幾種種類沒有去多呢，我了解嘅種類。那反正看書快嘛，還好啦。你這個好看用哪些書？你問我比較不喜歡看什麼類型的比較快？心靈雞湯型的我不喜歡。語錄類我唔好。嗰種見美國流行嘅語錄哈，嗰邊嗰種。其他如何做得呢？小說嘛，就是理論小說、歷史類的，這類大眾啦。科普類我也喜歡。咁假使像我這個個好看小說，我會建議人看乜嘅？經典版啊，我會第一個我會想問，我要讀哪一種類型的小說？小說有分很多種類型，你要讀歷史類的，或者是
是侦探推理类的，那就是熊本写书，那个是你刚刚讲，就可以推荐给你。哦，我本周我会，对对，不能随便，就是小说我也喜欢看小说，可是你随便丢一本小说给我，我就觉得，那如果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怎么办？还有几难本哦，几难本类型呢？好像有点演员哈。懂，好不好看，或者书的名诶，难用诶。以为可能看几行路，讲我也可能我有兴趣。所以书背跟书腰很重要啊。更加咩嘿呢？给设计，嗰種唔同都有講，唔能衝去市集，咩會擺攤。喂，書喺市集擺攤好賣下，一點也不好賣。係啊，因為其他嘅商品如係可能夠實用誒，係是的啦，咁我本咩哈，麵包咩哈，很實在的東西。買書其實只是跟自己開玩笑。咁唔會貼喺去市集。通用哪些书买呢？绘本，绘本类，因为绘本颜色很亮，给封面如果讲会想你，有规定一下，咁我就会封面设计够可能很抢眼的，那就会先给做。因为你按你经过可能都会想要看一下。对啊，就是包装很重要，那个包装很重要。咁人家开书店开到第3年，你感觉真困难呢？事情有吗？冇时间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冇时间可以做书店更多、更细节的事情，那面临的问题。迄因为你这个要搞书，冇按多时间。另外还有一个想要做事情太多诶，其实头讲上多嘛，可以做嘛，我又还好。其实我其实已经想好一段时间来让去做那个事情。想会做事情太多，听米努越久越想要去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什么。而且他还延伸有做嘛？其实可能以前留洋的时间都有谈到大富讲，今年6对300年嗰度相关的事情。係啊，沒有做。朋友講就請來睇天書啦，然後可能做田調，去訪問你。那談到嗰度地方嗰度老人家的故事，因為可能一生你冇想過係會做嘅事情。還有按到乜嘅？係乜嘅哦？我即係嗰種做嘅係。其實嗰種透過我這個書店的一些課程安排，讓家長也來上課。像用哪一課？比如講家長團學生嘅向下讀一本書。搞我向他用来读一本书，向他读看一部天样，去讨论用啥去讲法，那想会搞一种东西，挺迷人。因为其实迷人讲真呢，少子化嘛，过多你嘛，年轻就是可能小孩子就留在家里，不跟阿公不是给爸爸妈妈秃嘛，或者这种隔代教养那种，也是隔代教养没有不好，可是它也确实某些问题是从隔代教养而来。因为生你呢还是你讲啊，都是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嘛。那个是讲有一个嘛个时间，爸爸妈妈可以向他存生你呢，向他读一本书，点下来看一部天样。可以去讲，你看到嘛嘅，我看到嘛嘅，那个分享很重要，一个礼拜1次就好。可能大家談到如果認同吼，安尼假使有安尼嘅時間，大家向下坐點下來看書。不過就因為民奴，其實講真講，如果聽民奴安尼，就是年輕的家長吼，其實嗰度蠻會做田球社啦。講真講做田球社，幾年咧。就夏天嘞，好了，過來就接生年的啦，又會煮飯啦，嘛個會巧的啦，講安尼，從生年向他讀書，咁我就會向他，沒準備考試給我讀書哦，向他看一本繪本嘛吼，小說嘛吼，嘛個有吼，讀一本不是跟學校的東西完全無關的東西，那麼看一部天樣嘛吼，我覺得會很棒，會改變很多東西，不過真緊都會花時間呢，會花時間做。係啊，會花時間啊。因為你講，我們有時候嘴巴講很簡單，因為你看到問題，你提出問題很簡單，可是你要解方啊。所以跟你講，遇到不管開書店也好，或者說在美濃生活這個也好，我自己是期許，我這家書店可以成為美濃的解方。
就是或者是说可以去跟着一起去找解方的那个地方。哦，一开始开书店甲哈都有安尼的想法了呀。其实个时间点上无想按离开，不过真开研究啊，读到嗰度事情啊，跟嗰度学生的讲法，明明不是俺去欣赏咩哈，同到嗰度学生跟人讲，啊有的时间一些家长，我跟他聊天咩哈，啊又讲就今天上，迄个一家是可以按嚟做，你的米农会变那样诶。可能米农我觉得美农还是很缓慢，我觉得缓慢是很好的事情。可是在这个缓慢之中，可以找到那个生命力，这样说。迄意思迄讲，也个生命力更加拉哈。我我想问到迄离开研究过多种类米农，看到的米农100年来观察到的，好多牛工都是一起的嘛，吼，如迄可能教养方面啊、亲子方面啊，也的还有发现到用的问题。米农那本，其实俺直接讲地方创生有冇？就第一个的，现在很多人在讲地方创生。其实俺嗰度学生的经验我睇好毕业的，俺也读到个问题，俺毕业以后俺过来冇一个想我留下来的。米农对人来讲冇机会，俺讲现在开书店啊，其实冇个能力抢眼米嘅过来拿做事。个花几多钱？因为俺没办法，俺只是某个能力。冇可能啦。俺想讲，有咩办法可以做到两个东西嘛？其实就是地方创生可以去做的事情啊，就对一些后生来些讨论呀，讨论那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做法？有一天，也许我们可以不让美浓成为一个被现代化的很过分的小镇，保有原本的样子，但是又可以给予机会。就伫咧想下嘅事情。路边人迄边也会想讲，嗰片有18枪，当然嗰地方有许多遐杂，不过也算没有种集体安尼。可能讲。书店嗰种有安尼嘅功能，好更加应该有吧，算有啦。我就拄好，因为主要係即個欣賞嘅關係啦。搞過按到4年咧，有一條有一些。我上海同佢熟，佢好，見要變朋友，佢聊佢講法講到一條東西。從來有個好上海見做沙工，伊今年畢業以後，伊又想講愛去台中，先去台中好誒，幾年以後就會歸了民農，有感覺好多的東西帶歸了民農。那我覺得他這樣很棒。不過唔係明年你推中央咁嘅想法。嗰種更加會想講，應該路還係繼續睇民農誒，應該唔可以離開。唔會，其實係鬼好民農啊。佢慢，佢奇妙，有時嘅器材會欠，不過有時民農講也係用到民農，佢等你下個地方。其實民農這部分很真實啦。嗰種對你來講，你係希望自家你從頭講誒，我開書店，唔過可以延伸韓國度，做韓國度事情。係啊，祝福泰福，我會努力的。今日非常感謝泰福同我哋分享安東嘅故事，謝謝。謝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，有閒來睇到兩位面容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多謝。謝謝。也是問觀眾朋友嘅收看，記得到了一下聽論欣賞，做運動。